你像木船，長路風景一息間變小說，誰這刻的視線都只有朦朧春天，朦朧中只得你是光線。這個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開始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接下去描寫初戀，又猶豫心思仍初戀。上次我們要做煙花都失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代你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林家謙，好耐冇見。金牛同處女好夾嘅。微笑日子隨想而已，明天應該會再做這個小故事。餘生還可以，暫時太想說我才失語無限次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去繼續遊這花園，來來回編織成故事。上次我們要做煙花都失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讓我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那是你不捨我的小故事，留下我不捨你的詩，以後遺憾沒有戀愛一次。匆匆是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終止，從來無牽手的章節，翻開了無數情節，到最後都沒有那些事。願我記得，同時淡忘了，兩個字隨着流放絲，是我的空等一個條件，是最青春的某人望見。多謝。俾啲掌聲林家謙。好耐冇見啦！我上次好耐唔係已經上次同台已經4年前，拉西湖好似係。哇！哇！我哋吹。好。我好記得雖然我呢個講過呢個故事㗎啦，當年已經，但係我覺得在場嘅好多人應該都未聽過呢個故事。我未聽過。可唔可以俾我講多次？唔可以。可以講笑。當初我記得我一入學嘅第一首歌，其實唔係你哋記得嘅1號種子，好似係林家謙老師嘅一首歌，係當初佢加我嘅，所以都可以話係第一次我入錄音室嘅時候就係。即係啲童年陰影啊嘛！唔係，其實都幾啊，因為嗰時候係咁俾你捉啲咬字，跟住我就覺得，原來錄音咁辛苦，就爭啲抹殺咗你嘅之後嘅星途咯，就放棄唱歌。係啊，所以真係好有緣分。跟住我都想講多個故事俾大家聽嘅，就係前一排林家謙老師，唔可以叫老師，你可以唔好咁老叫我，老咩師啊？咁我同學得唔得？林家謙同學，佢開演唱會嘅時候，跟住有一個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我有一位朋友，佢好中意林家謙同學嘅，咁所以咧，佢就佢係喺新加坡嘅，咁佢特登想飛翻嚟香港睇佢嘅演唱會，但係因為有一啲事佢嚟唔到。跟住我嗰位朋友佢都係咯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啦咁樣，所以都真係好拜託我同林家謙老師唔係同我講聲話，可唔可以俾啲加油嘅鼓勵説話佢？咁所以我嗰日就即刻 WhatsApp 咗林家謙同學啦，咁我就特拜託佢呢件事啦。咁跟住佢真係即刻覆我不特止，仲喺佢嘅演唱會入邊講翻呢件事，所以都真係幫助我嘅朋友好多，所以當我朋友多謝你。真係。我覺得有時做呢啲嘢，我覺得深刻我同你係有少少一個方向，就係好想幫一啲朋友，但係我哋唔會好想
講出聲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即係即係你都叫我即係唔使講咁樣。係即係我覺得阿姜係一個咁嘅人咯，咁所以就多謝多謝。因為我嗰位朋友都佢話：，唉，你講啦，你可以講，所以叫我講。所以我多謝即係叫翻佢唔想講 OK，就唔好講。咁啊，我啊要去翻大園嗰度啫。佢做咩啊？嗰時話有一首係咪？有一首好似好傳説入邊嘅一種歌。最大聲呼聲，大家都睇住你大喎，識知你呢隻歌。係啊，即係好似傳説入邊，我哋都淨係唱過一次嘅啫。今次計唔計一次啊？今次將會計第二次啊。計第二次啦。嗯。我哋送呢一首傳説入邊嘅一種歌俾大家聽。有一種傳説。傳說有一種美態如水一般淡雅，傳說有一種智慧能讓你我瀟灑。曾期望過的春日在變化，怕風吹雨打，雨點降下，雨灑卻下到更分岔。其實你自己有時都可以唱喎。OK， 傳説有一種願意能跟花生明白，這雙手再不冷，傳説再不需探索憑直覺試一下，隨住在望過的冬日在暖化，過去將它留吧，只需寄望，只需盼望下作偏差。唱就傳説嘅呢首歌，佢唔係咁特登啊，傳説啲㗎嘛 keep 住佢咁神秘咁傳説。OK， 我哋多謝大家，再次俾掌聲林家謙。4年後再見。講笑。喂，咁點解而家我係行翻去？好似話係就咁行。你唔使陪我啦，你咁多嘢做。或者試下我陪你，你陪我啊？我陪你。本身我想有啲嘢送俾你，不過我驚太劇。有啲咩送俾我？嚇？通常有啲演唱會禮儀咧，我自己會想送啲嘢俾嘉賓嘅。哦。唔好啦，好咩啊？唔係好劇，我驚。唔好啦，你快啲，你唔好咁啦，你唔好來，等先。唔係即係咁講，呢度講呢度散，呢個冇度過點解？冇㗎，真係諗咗好耐，送唔送好咧咁算。唔係啊！唔係，即係我見你係金牛座就好硬頸嘅。係。
同埋你呢排啊應該好倔強啦要。啊咁我想驚你條頸有事，係我就諗住諗下送唔送嗰啲按摩肩頸嗰啲按摩器俾你啊？但心諗都係唔好啦，好似賣廣告咁樣。咁最後就諗過不如現場幫你練一下咯。好啊，都真係幾緊。你係咪 OK 啊？我嘅你掂㗎喎。呢下有真係一下咯。係啊，呢個就係傳說，再不需探索，憑直覺試一下。拜拜，走啦。Thank you，拜拜。哇！多謝呢一下。我唔知點講添喎，點樣駁落去啊？再次衷心多謝林家英同學。又唔記得求佢寫歌添，雖然佢有硬撐，係林家英同學幫我寫嘅。好大家動唔動啊？唔動啦，頭先嗰個鏡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坐翻埋位啦，咁就可以喺自己個位度企起身嘅，但係可以唔使係咯，費事阻住後邊啲人啦，係啦。係原地企起身就得嘅，係想企就企啊，唔想企嘅都唔緊要，可以坐低嘅都。